哋時大哥想做乜嘢㗎？我啊，唔知啊，未諗到啊。1989年，張曼玉嘅一句無心之語，令鍾楚紅一直小心隱藏嘅秘密，瞬間被推到鎂光燈下，成咗全香港人茶餘飯後嘅笑柄。而鍾楚紅嘅反擊亦都同樣鋒利，佢一句話就將張曼玉最唔想曝光嘅秘密拋咗俾八卦記者。從嗰日開始，昔日嘅姐妹花就此決裂。但係事情嘅真相究竟係乜嘢呢？有人話呢一段反目嘅真相只有佢哋自己先知道，有人話其實佢哋從未真正反面，只不過係再都翻唔去當初嘅信任。幾十年過去，所有關於佢哋嘅傳聞都好似迷霧一樣，令人睇唔真切，淨係留低嗰張泛黃嘅合影，同埋一句始終冇人敢講破嘅秘密。佢哋之間到底係閨蜜反目，定係另有隱情呢？大家好，我係大江，今日就令我哋一齊行入鍾楚紅與張曼玉從知己到反目嘅曲折往事。第一章，被鬧花瓶的日子。1960年，鍾楚紅出生於香港，性格大大咧咧，好似個假小子。幼稚園嗰陣就中意同人打交。11歲嗰年，幫住父親管理生意賬目，發現工人欺騙，即刻同人爭執不休。父親訓訴佢：細路仔唔可以同大人咁講嘢啊，冇規矩。佢心入面滿係委屈，卻無處可訴。不久之後，父親生意失敗，家境拮據，已經無力再供佢讀書。作為家中長女，鍾楚紅好快就明白佢應該孭起呢一個家嘅責任啦。佢跑去香港地鐵建設公司謀職，一邊打工賺錢，一邊補貼家用，一邊照顧兩個妹妹同一個弟弟。嗰時候佢先10幾歲，就已經孭起咗全家嘅重擔。19歲嗰年，鍾楚紅出落得亭亭玉立，行喺街上都可以收穫無數嘅目光。母親睇喺眼入面，覺得呢一個係改變命運嘅機會，就擅自同佢報名參加咗香港小姐競選。鍾楚紅喺前期呼聲極高，佢因為唔識着高踭鞋，現場扭傷咗腳，最終只係攞到第4名。雖然冇攞到冠軍，佢仍被稱為最美艷的港姐，甚至有東方的瑪麗蓮夢露之譽。作家倪匡盛讚，企喺風入面一顰一笑都係真正嘅美。佢得到演員劉松仁嘅引薦，簽約邵氏電影公司，參演杜琪峰導演嘅處女作《碧水寒衫奪命金》。然而初登大銀幕嘅佢演技生澀，被外界譏諷係花瓶。第2年佢又去試鏡許鞍華執導嘅《胡月的故事》，許鞍華搖頭話咁樣嘅靚女同埋越南船民嘅坎坷命運唔太符合。鍾楚紅只能夠黯然離開。同樣喺演技質疑中摸爬滾打嘅，仲有4屆後嘅港姐亞軍張曼玉。張曼玉8歲嗰年，隨家人移居英國，成為咗全校唯一嘅華人學生。屢屢被同學欺負，佢嘅性格逐漸變得叛逆、倔強、燙頭髮、染髮色，唔中意讀書。高中畢業後，佢曾申請倫敦時尚大學，卻被拒絕。無奈之下，佢只能喺一家書店做收銀員。嗰段時間，佢睇住店外面嘅車水馬龍，經常會發吽哣。佢發現身為少數族裔，想喺呢一個社會紮下根，更加係難上加難。面對未來嘅迷茫，張曼玉心入面空落落咁。17歲嗰年，張曼玉陪母親回香港探親，意外被星探趙潤勤發掘，令佢拍咗一則維他命汽水廣告。隨後佢又接連拍攝咗洗髮水、電器、服裝等廣告，雖然收入唔多，但令到佢揾到咗人生嘅方向，成為演員。為咗實現夢想，張曼玉報名參加咗香港小姐競選。佢坦言：我最驚同別人比較，因為我驚輸。以前讀書嗰陣，乜嘢比賽都唔敢參加，但呢一次我落定咗決心，就算冇選上冠軍，我都有機會做藝員。演戲太吸引我啦。作家亦舒話佢模樣好，白淨得離奇，一頭好頭髮，細細地嘅眼睛，口腫嘅小嘴巴，笑起嚟好似
純潔嘅兔寶寶，無論着乜嘢、戴乜嘢，仍然可愛動人，皮膚吹彈可破。最後張曼玉獲得咗亞軍，有人問佢是否遺憾，佢微微一笑，冠軍同埋亞軍冇太大嘅區別，只不過係鑽石更加大一啲，獎品多一啲而已。對佢而言，最重要嘅係進入演藝圈嘅入場券。TVB 好快同佢簽低咗2年嘅合約，先安排佢喺野外奔放、我愛大自然等綜藝節目入面露面，再令佢參演畫出彩虹、新紮師兄等劇集。尤其係新紮師兄大火，版權賣到咗美國、加拿大、東南亞，張曼玉嘅知名度亦隨之水漲船高。從花瓶到一一星光，佢同鐘楚紅都喺各自嘅跑道上拼盡全力，想要證明自己唔單止係漂亮的擺設。第2章，打破花瓶的勇氣。1984年，王晶睇中咗張曼玉，邀請佢出演愛情喜劇片《青蛙王子》，鐘楚紅亦都喺片中出演。兩位港圈新花旦嘅合作，令到電影票房躋身年度10大賣座片之一。然而，觀眾依舊對佢哋不留情面。鐘楚紅被講成係花瓶，張曼玉更加被譏諷，除咗靚，實在冇乜嘢可以睇嘅。同樣被金牌經紀人陳志強簽低，張曼玉同埋鐘楚紅暗暗較勁，都渴望住打破花瓶嘅標籤。張曼玉喺成龍嘅警察故事入面首次挑戰動作戲，成龍嫌佢演得唔好，連罵帶勸，佢被鬧得眼淚直流，卻死咬住牙繼續演，直到拍到30幾條，先至令成龍刮目相看。一次從10幾級樓梯滾落嚟嘅戲，佢堅持唔用替身，結果頭部被鐵架砸傷，縫咗17針，休養3週，佢又返到咗片場。呢一個只係意外，唔可以打擊我。有人話佢有膽識，張曼玉笑住咁講：我膽啊，其實好細噶，但既然選擇咗做演員，就應該鼓起勇氣去做。鐘楚紅同樣唔肯服輸，佢話：我最唔中意人哋將我當係明星，我係演員啊！拍《秦城馬》時，佢喺夜色中獨闖獨木橋，跌落去撞到結冰嘅河面，右腳當場骨折。嗰一刻，佢嘅腦一片空白，只係記得心入面閃過一個念頭：邊個係第一個跳落去救我嘅男人，我就嫁俾佢。拍《獵鷹行動》嗰陣，佢嘅頸被玻璃界親，血流不止，佢喊咗2個鐘，母親連忙攞止血粉同佢壓住血。佢話導演叫我從6米高跳落去，我毫不猶豫就咁跳咗落去，上刀山落火海我都敢。呢啲年，二人從花瓶一步步磨礪出真正嘅演技。喺圈外，佢哋亦都係最好嘅朋友。張曼玉曾經喺接受採訪時，第一時間話：鐘楚紅係我最好嘅朋友。有人影到佢哋手挽手喺東京逛街，姐妹情深溢於言表。1986年，楊凡要拍攝亦舒嘅《玫瑰的故事》，本嚟恩典張曼玉，但公司要求加5萬片酬，楊凡生生不悅，轉而揾鐘楚紅。鐘楚紅為咗唔搶好友嘅機會，婉拒出演。最終電影仲係由張曼玉攞低。電影上映後大獲成功，導演楊凡話：觀眾睇呢一部戲唔係睇演技，而係睇張曼玉漂亮的出場。佢有咁嘅本事。1988年，香港電影產量高達110部，張曼玉一年拍咗12部，外號張一打。鐘楚紅比佢仲要多，被叫做鐘13。佢哋連央出演咗《月亮星星太陽》。鄭裕玲喺片中攞低咗金馬影后，而鐘楚紅同埋張曼玉卻空手而歸。為咗有朝一日能夠封后，佢哋喺接落嚟嘅每一日都拼盡全力。而二人最經典嘅一次合作，莫過於楊凡執導嘅《流金歲月》。喺呢一部改編自亦舒原著嘅電影入面，張曼玉係溫軟嘅蔣蘭孫，鐘楚紅則係熱烈嘅朱鎖鎖。兩個角色，一個靜若幽蘭，一個熱烈如火。銀幕上佢哋係最默契嘅姐妹，戲外佢哋亦都係彼此嘅依靠。就喺呢一段姐妹情最緊密嘅時候，一句無心之言揭起咗風暴嘅序幕。第3章，姐妹情深嘅裂痕。年紀相仿嘅鐘楚紅與張曼玉曾經係最親密嘅知己。導演楊凡感嘆：佢哋喺我電影入面演姐妹，戲外亦都親得好似姐妹一樣。
流金歲月拍攝期間，二人默契十足，成咗亦舒女郎嘅代名詞。鍾楚紅嘅表演更加老道，拍電影海報時只係隨意披上咗黑色大衣，幾分鐘就交出完美作品，令張曼玉甘拜下風。戲裏佢哋因愛上同一個男人而生嫌隙，戲外命運仿佛亦都喺度暗暗鋪陳一場裂痕。張曼玉當時正與導演爾冬陞秘密交往，佢話：我從佢嗰度學到好多，佢比我懂得仲多。爾冬陞亦都將佢寵喺心尖，拍《警察故事》續集受傷後，佢守喺醫院，寸步不離。鍾楚紅亦都有一段低調嘅戀情，男主係廣告界才子朱家鼎。朱家鼎創造嘅廣告語不在乎天長地久，只在乎曾經擁有，一度紅遍香港。兩個閨蜜互相分享咗彼此嘅愛情秘密，但係邊個都冇估到1989年一句無心之語徹底改變咗佢哋嘅關係。張曼玉喺採訪中不慎透露鍾楚紅與朱家鼎已經同居嘅消息，瞬間成為頭條八卦。鍾楚紅氣憤之極，亦都向記者抖落張曼玉與爾冬陞隨時可分嘅傳聞，姐妹情誼就此跌落咗深淵。媒體添油加醋，圈內人亦都從中挑撥。有人話俾張曼玉知鍾楚紅喺背後講佢壞話，有人話俾鍾楚紅知張曼玉早已經背叛咗佢，二人都冇力氣去澄清，隔閡亦都越積越深。不久之後，張曼玉同埋爾冬陞仲係分咗手。張曼玉坦言：我渴望甜言蜜語、送花、體貼照顧，但係佢希望收工翻屋企，有人能夠斟茶倒水，好似個賢內助。結果邊個都做唔到，二人就此分道揚鑣。鍾楚紅同埋張曼玉亦都再冇任何交集。媒體嘅挑撥、謠言嘅喧囂，將呢一對曾經親密無間嘅姐妹推向咗徹底嘅陌路。鍾楚紅屢次想聯繫張曼玉，想挽回嗰段舊日嘅友誼，但係張曼玉始終冇回應。1991年，鍾楚紅與張國榮、周潤發合作拍攝吳宇森嘅《縱橫四海》電影入面，佢扮演嘅紅豆明媚嬌俏、舞姿翩然，成為咗無數人心頭嘅風景。坊間更加流傳住一句話：再紅紅不過鍾楚紅，再發發不過周潤發。但係就喺此時，鍾楚紅卻選擇咗急流勇退。我演咗50-60部戲，世界被局限喺劇組同埋片場，外面嘅世界咁大，我想睇一睇唔同嘅人同埋風景。演戲雖然好，但我並不貪戀。舞台上有嘅係才華橫溢嘅人，我願意安靜咁坐喺觀眾席。隨後佢與朱家鼎行入咗婚姻嘅殿堂，終於揾到咗令佢安身嘅歸宿。而張曼玉感情之路依舊坎坷。喺美國拍片期間，佢認識咗新男友漢克，初時濃情蜜意，但係返到香港後，感情迅速冷卻。張曼玉提出分手，漢克卻以情書要挾佢，恐嚇信同埋爆料威脅接踵而來。張曼玉嘅私隱信件被曝光，錯別字俾人攞嚟嘲笑，坊間嘅風言風語好似利劍一樣刺嚟。佢只能向好友關錦鵬傾訴，呢一個只係二人之間嘅情話，又有乜嘢錯呢？嗰時佢正投身拍攝阮玲玉，更能理解角色嘅悲涼。人言可畏，媒體無所不窺探，總係用最惡意嘅諗法去解讀一切。私隱被暴露，就好似俾人一層一層剝開。有人問佢：如果你好似阮玲玉咁遭遇流言，你會唔會選擇結束自己啊？張曼玉堅定咁話：唔會，我再難過，亦都唔會俾佢哋睇到，亦絕對唔會俾佢哋滿足緊。佢將心入面嘅苦澀同埋堅強，通通融入咗阮玲玉入面。最終佢憑呢一部戲攞低咗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女演員獎，成為首位喺歐洲3大國際電影節獲此殊榮嘅華人女演員。林奕華話：再睇佢港姐亞軍嘅錄像，會發現當年嗰個笑容甜美、清潔稚嫩嘅鄰家女孩，已經蛻變成被所有人仰望嘅女神。佢嘅氣質已經係截然唔同。
提起鐘楚紅、張曼玉，總有幾分悵然若失。佢結婚咗，我亦都好忙，我哋就好似喺兩條平行線上漸行漸遠。越係如此，越令人明白呢一對姐妹花再難回到從前。1997年，張曼玉喺節目《星空下的傾情》首次談及佢與鐘楚紅嘅破冰之旅。嗰天，以善文一同邀請佢哋食飯，想借機撮合。二人啱啱見面嗰陣，彼此都有啲愕然，往日種種翻湧上心頭，冇諗到喺推杯換盞之間，竟然亦都化解咗多年嘅隔閡。冇耐之後，佢哋甚至一同約咗張國榮出嚟為佢補辦生日會。張國榮當時笑住咁話：我覺得媒體逼你哋不和，唔係你哋自己本嚟嘅樣，你哋太要好，佢哋冇新聞可寫，就故意拆散你哋，令你哋相互懷疑，先至有更多話題。佢哋確實握手言和啦，但彼此嘅心亦都再難回到從前嗰種無話不說嘅狀態。鐘楚紅喺朱家鼎身邊做翻咗溫柔嘅朱太太，張曼玉依舊喺鏡頭前活躍。2000年，佢同梁朝偉合作出演王家衛嘅《花樣年華》。2003年，又喺奧利維耶阿薩雅斯執導嘅《清潔》中挑戰飾演一個力圖掙脫毒癮陰影嘅搖滾女歌手，演技獲得一致好評。戲外，張曼玉亦因為《清潔》嘅拍攝，第一次燃起做音樂嘅興趣。但係漸漸咁，佢亦都開始明白，成個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，我一直喺片場度日，片場同埋汽車就係我唯一嘅生活。我雖然喺電影界有啲成績，但如果從而家起仲唔去為自己活一次，似乎就太遲啦。而鐘楚紅喺息影嘅12年間，始終冇離開過朱家鼎半步。2006年，朱家鼎被確診結腸癌，佢四處奔走為佢陳醫問藥。2007年，朱家鼎病逝，葬禮上張曼玉送嚟咗花圈，鐘楚紅卻淡淡咁話餘生不嫁。即便有人開出天價請佢復出，鐘楚紅亦都不為所動。嗰啲劇本入面，大家都仲想睇20年前銀幕上嘅我，而唔係而家嘅我。既然如此，咁倒不如令佢哋記住我最好嘅樣。有人問張曼玉：你有冇一個真正嘅知己啊？嗰種你有心事亦都敢全盤托出嘅朋友？佢搖搖頭，話冇。對方追問：哪怕只係一半嘅心事呢？張曼玉沉默片刻，終於細細聲咁講：應該係紅姑吧，因為我第一部戲就係同佢一齊演到而家。嗰段感情係最深刻嘅。嗰時佢哋仲未有名氣，亦都冇因為戀情交惡，只有搏命拍戲，收工之後彼此取暖嘅夜晚。嗰個時候佢哋係彼此唯一嘅知己。故事落幕多年，曾經嘅姐妹情仇早已經化作煙雲。如今一個喺愛入面守候，一個喺光影入面漂泊，或者佢哋都明白嗰段被輿論推波助瀾嘅風波，終究抵不過歲月嘅溫柔。只不過係再無少年時嘅無所顧忌，再無可以隨意傾訴嘅深夜。而呢啲年，佢哋都行得好遠，亦都活得好真。邊個啱邊個錯早已經唔重要，唯有嗰張合影靜靜咁提醒世人，喺嗰個光影交錯嘅年代，曾經有兩個最靚嘅女仔笑靨如花。你仲記唔記得佢哋最初嘅模樣啊？